我们怡保戒毒会成立1965啊，女的1968，附属啦，女的是我们的附属会。现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男的会员有120多位了，女的也是有60上下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星期一，是我们这男的，只是男的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是傍晚6点开始。我们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，1个小时半。然后最重要是我们这个活动呢，不是比赛的性质，是主于健康，要运动。1年之中，我们也会有一个是要有比赛的，就是我们的6公里比赛。女的呢，就是星期五，也是傍晚6点开始。他们的路程呢会比较短，45分钟，到1个小时半不等了。天天都是一样，从5点到7点之间都在山中里面度过这些东西了。其实我这山中也是中过，是好几次这些东西啊。那天晚上幸亏是没有，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的嘛，小区里面如果幸亏当晚没有下大雨，如果下大雨的话，不知道水冲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这东西呢。最重要，你在爬山的时候啊，你自己要带个2联络这东西，手提电话了。爬完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吃饭啊，什么一起在一起，我们很好，大家轮流。爬山呢，就是我们用来我们的戒毒会呢，不是用比赛的方式来进行，变成呢就是我们就是你可以走几块你走几块，不然就是再慢慢走。就因为爬山的星期五那个活动呢，每次都有一堆人在后面，当做我们叫做就是保護的，所以他們一路有人 escort 你出來這樣咯。我哋叫做金馬倫，我哋全名我哋叫做 Cameron Marathon， 你可以叫做金馬倫馬拉松登山賽。全程係大約差唔多係會有20到21個 km， 20 km， 係從我哋仙班布拉嗰個地方，我哋叫做 Post Lim， 大約係25個 km， 一個Kampung Orang Asli 咁樣，我就開始爬上金馬倫Tanah Rata嘅一個靠近一個菜園咁樣爬出嚟嘅，係公開俾大眾同埋係我哋嘅戒毒會嘅一啲分會啦，272人。從呢度山腳爬到上金馬倫係跨州嘅一個活動嚟嘅，呢個活動需要到我哋去申請到我哋呢個森林局嘅呢個準證，所以係受到係可以講除咗怡保嘅、外埠嘅同埋外國嘅。